每個小朋友都有鬧情緒嘅時候，扭計嗰陣佢哋會大叫大喊，甚至掠地發脾氣。呢啲情況發生嘅時候，作為父母到底點樣對付佢哋好呢？美國華盛頓大學嘅心理學教授 John Gottman 認為，家長處理小朋友發脾氣嘅手法大致上可以分為3大類型：忽略型、否定型同埋放任型。要了解自己接近邊種類型，不妨代入以下呢個處境，想象下自己會有咩反應。有一日朝早，正當你趕住返工，小朋友又趕住返學，而喺出門口之際，小朋友突然同你講：我今日唔想返學啊！然後開始大喊。呢個時候你會點做？忽略型嘅家長可能會話：傻豬嚟嘅，返學有咩好喊喎？然後就開始用其他嘢去分散佢哋嘅注意力。嗱，你肯返學嘅話，我就俾粒糖你食。搭車嗰陣仲可以玩一陣 iPhone， 快啲跟住嚟啦！忽略型嘅家長只着重去諗點樣先可以令到大家都出到門口，基本上冇處理過小朋友嘅情緒。否定型嘅家長呢，就會用責罵或者懲罰去對付小朋友嘅負面情緒，覺得佢哋係反叛唔聽話。嗱，你唔准再咁曳啊！如果我數3聲你都仲唔出門口，你就知死。1、2。至於放任型家長，佢哋會包容小朋友嘅情緒，同情佢哋嘅感受。呢類型嘅家長唔打唔鬧，唔會利誘，更加唔會懲罰小朋友扭計。佢哋明白小朋友有時想留喺屋企唔返學，其實正常不過。但係點樣去引導同埋規範小朋友嘅行為，佢哋就冇晒符，完全唔知道可以點做。所以佢哋可能會話：咁不如我哋玩多10分鐘，跟住就出門口返學啦，好冇？不過平靜一陣之後，小朋友可能會故態復萌，又或者今次好彩過到骨，下次就變本加厲。Dr. Gottman 認為，上述呢3種處理手法都唔能夠有效咁幫助小朋友嘅情緒發展。佢建議家長可以用一種名為情緒輔導型嘅方法，面對同一處境，情緒輔導型嘅家長會首先了解小朋友嘅情緒，並且耐心咁聆聽小朋友嘅感受。喂，夠鐘出門口啦！我今日唔想返學啊！你唔想返學？點解啊？我想同你一齊留喺屋企。我諗我都明白你嘅感受嘅。有陣時媽媽都唔想返工，想陪你喺屋企講下故事、唱下歌仔。但係你要明白喎，我約咗同事今朝9點喺公司開會，你都應承咗老師今日返學啦。我哋要遵守我哋嘅承諾㗎喎。如果有需要，情緒輔導型嘅家長會俾小朋友喊一陣，發洩一下情緒，然後攬下佢、錫下佢。與此同時，再引導小朋友用語言嚟表達自己嘅感受。點解唔可以啊？我唔制啊！我唔想返學啊！唔要啊！你過嚟攬住媽媽先啦。你唔可以留喺屋企玩，一定好失望噶啦，係咪呀？係啊。你唔捨得媽媽，所以唔開心。係啊。媽媽都唔捨得你啫。最重要嘅係處理完小朋友嘅情緒之後，情緒輔導型嘅家長仲會設定界限，令小朋友知道事情嘅底線，然後再同小朋友一齊諗辦法去解決問題。不過我一定要返工，你一定要返學，所以對唔住啊，我哋今日唔可以留喺屋企啦。我諗到個辦法啊，聽日係星期6，我哋都唔使返工返學，不如我成日都陪住你啊。你想做啲咩啊？我想你陪我玩飛行棋。可以啊，仲有呢？我仲想去公園。都好啫，咁我哋而家快啲出門口返學咯。哦，咁不如聽日叫埋表妹一齊去咯。其實每次小朋友發脾氣都係一個好好嘅學習機會，俾佢哋認識自己嘅情緒，識得正確咁表達自己嘅感受，繼而提升情緒智商。事實上 Dr. Gottman 嘅研究亦發現，情緒輔導型嘅家長教育出嚟嘅小朋友，不但身心健康啲，學術成績好啲，而且更加懂得面對逆境，知道點樣平復自己嘅情緒，然後以積極嘅態度去解決問題。呢種身教可以話係父母送俾子女受用終身嘅最好禮物。想知道更多提升情緒智商嘅方法，like 我哋 Facebook page，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 啦。